大家好，歡迎收睇順望大行觀勢。我哋今日請嚟瑞銀財富管理投資總監研究部香港主管何偉華，同我哋傾下施政報告當中嘅房屋政策對樓市嘅影響。Patrick 你好，係你好。特首梁振英發表任內第2份施政報告，當中提出未來5年私營房屋平均每年落成量大約係13,600個，較過去5年增加4成。呢次施政報告當中重點仍然都係增加土地供應㗎，但係就未對住屋需求提出新嘅政策。短期內維持辣招嘅機會有幾大呢？我哋覺得短期所謂嘅辣招，我諗都唔會有咩大嘅改變，因為其實樓市方面呢，住宅方面個樓價唔係話有太大變動，比起最高位大概跌咗2-3% 度。咁所以我諗喺需求方面佢唔會話有太多嘅動作。關於供應方面呢，我哋覺得今次施政報告裏邊講嘅就係點樣去喺長期方面10年嗰個 time frame 有多啲嘅土地可以攞到出嚟。因為之前我諗大家都有啲擔心嘅就係好多時候譬如改變土地用途啊，或者係有啲新嘅土地走出嚟嘅時候呢，啲人都覺得嗰個穩定性唔夠高啊，譬如改變土地用途，可能有啲人反對嘅聲音啊，或者個過程比較慢。咁但係今次我哋睇到喺個土地供應方面有好多唔同嘅策略，譬如即係喺政府用地方面要改變啊，一啲綠色地帶嘅土地方面亦都可以改變嘅用途啊，亦都有啲比較新爭議性比較低嘅一啲新嘅發展區。咁我哋覺得重點呢就係真係長遠嚟講5到10年呢，大家睇到嗰個土地供應方面嗰個可預見性係高咗，咁所以呢個我覺得係今次施政報告裏邊關於地產方面嘅政策裏邊講得最落實嘅地方，就係土地供應嘅長期嚟講呢係會比較穩定啲。頭先講到嘅政策短期內或者係難見成效㗎，今年嘅樓價仍然會維持現有嘅水平嘛？其實我覺得供應方面呢，喺過去3-4年呢都係增加咗㗎啦。咁當然啦，我哋睇落成量嘅時候可能未咁快反映到，但係因為即係起碼賣地到真係嗰個樓盤完全落成，可能要講緊4-5年嘅時間。咁所以我覺得過去2-3年做到嘅嘢呢，應該喺未來2-3年會反映出嚟。咁同埋我哋睇翻一手銷售方面，其實供應都唔係話少嘅，比起08啊、09嗰啲低位呢，其實係回升咗唔少。咁同埋加埋嗰個喺需求方面嘅政策啦，咁我哋覺得未來呢應該嗰個供需方面呢應該會比較平衡，可能個供應慢慢會慢慢再升高啲嘅話呢，咁樓價有機會再回落多啲嘅。地產股累積咗唔少嘅跌幅，喺而家估值偏低嘅情況下，投資者好唔好吸納作一個中線嘅投資呢？我哋覺得如果以6個月計呢，香港嘅地產股可能都會受壓，因為始終我哋覺得今年嘅樓價會有機會跌5-10%，咁未來嚟講可能個息口走勢啊，美國嗰個聯邦儲備嗰個退市呢，對嗰個市場都會有啲壓力嘅，咁地產股都會受到影響。咁但係短期呢，即係講緊1到2個月時間呢，可能因為施政報告呢個不明朗因素已經過咗，咁同埋我哋覺得港股方面呢，係有嗰個追落後啊，或者就係追翻啲比較平嘅股票呢個趨勢。咁當然地產股過去1年多嘅時間呢，都係跑輸大市。咁同埋佢哋嗰個對資產淨值個折讓都比較大啲，所以可能短期會受呢啲追落後啊、追平啊呢個咁嘅趨勢，或者即係施政報告過咗之後有啲風險因素低咗之後呢，可能會有短期追翻上嚟。咁但係我哋覺得始終應該投資者都係慢慢減持香港地產股，因為始終嚟講嗰個地產市道嗰個價格會有下跌壓力咯。多謝 Patrick 嘅分析，我哋下星期再同大家分析投資趨勢。